一開始只係輕微咁個腳麻，少少腰痛咧就冇理佢啦，拖到最後就成為一個長期嘅痛症，甚至影響到行路同日常嘅生活。坐耐就痛，一起身就腳麻、腰骨麻痹，從腰到腳扯住痛。如果你有呢啲情況，坐喺度又痛，企喺度又麻，行路嘅時候條筋咧就扯住痛，甚至連瞓覺夜晚轉身嘅時候咧都好唔舒服，咁你哋有好大機會係中咗坐骨神經痛啦。其實好多中年人咧上班族都有，但最常見嘅一個誤解就係以為腳出現問題或者大髀有勞損，但係我可以好直接同你講，幾乎一定都係腰嘅問題。我哋平時長期坐少喐動，再加上彎腰啦、搬重嘢啊，甚至係受涼啦，都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腰椎間盤出現勞損啊，或者甚至突出壓住我哋嘅神經。一旦神經受到壓迫咧，啲痛就係由腰放射到小腿，甚至係腳趾嗰度出現酸麻脹、扯住痛呢感覺。所以你會發現，就算你點去按啊，貼藥膏都好啊，都冇任何一個作用喺度，因為你一直係處理緊錯誤嘅位置，真正嘅源頭係腰椎。喺我哋診所每日都會見到好多呢啲個案，用中醫角度睇，呢啲問題多數都係一個經絡阻塞、氣血運行唔暢，再加上寒濕積聚喺嗰個腰，所以我哋嘅治療咧唔係淨係止痛，而係由源頭處理。例如果係腰兩旁肌肉咧繃得好緊，我哋一般都係會用推拿深層放鬆嘅腰肌，減輕神經受壓迫。如果你經常出現嗰個由腰麻到腳，我哋會配合呢個針灸打通整條坐骨神經經絡，麻痹同刺痛咧通常都可以好快得到改善。而對於嗰啲長期後腰痛反覆發作嘅人咧，我哋會加埋呢個艾灸同溫陽驅寒啦，以改善下焦氣血循環，減少復發。但最重要嘅，好多患者喺一開始只係輕微咁個腳麻、少少腰痛咧，就冇理佢啦，拖到最後就成為一個長期嘅痛症，甚至影響到行路同日常嘅生活。大家記住一個重點，只要你係腰痛連屁股再扯到落去大髀、小腿麻痛，呢個已經係神經受到壓迫嘅警號啊！如果你都有呢種情況，唔好再亂按腳、亂貼藥膏啊！要揾準腰椎嘅問題，對症調理，先可以真正擺脫反覆發作嘅坐骨神經痛。關注我，健康知多啲。